公共电视当干事的提名已经拖超过11个月，在野党早起直直反映是批评讲文化部有政治的考量。文化部长李婉是强调讲，因为过去审查拢真困难，所以有真侪专业人士拢拒绝。部长嘛公开回信咧，强调讲目前搁差一个提名人，会搁继续拍拼。公司这一届董事会已经伫5月19任期届满，因为新增当干事提名作业一直延前，现任董事依法延前到一届董事会产生为止。文化部长李婉10月中表示，过去选进困难的经历，和真侪专业人士拒绝，无想要被补救。大家有审查时间比较久一点，或者甚至于审查界我认为不是认，你就认为这是一个羞辱，这我们不能接受。你愿意收回这样的话吗？我把羞辱2个字修改成痛苦，因为任何一个人被我们选中的人，他都在他那个领域中几乎是顶尖的人，然后听大家七嘴八舌把他刷掉，好，没有面子。你愿意把？在立会万碧玲新闻之下，李婉将补救改造痛苦，暗过强调照规定甲经验，任期届满前半年，去年11月都启动，而且拢是家己拜会或者是敲电话定神。暗过立会林派上表示，他如果怀疑愈侪是受政治考虑，绝对不会是政治盘算，对整个国家治理、对整个媒体治理是不对的。我觉得部长也认同这句话吧？我认同，而且我道歉，因为照理说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时间上拉的真的很长，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荒谬。唔是政治考虑，暗过时间犹伤久，李婉也感觉含糊。就安尼回事咧，暗过强调目前只差一个人选，就应提续约。我们每一个名单都跟行政院很仔细的讨论过，我会努力。另外，针对立委关志恩指出，公馆集团胡算将近50票，暗过审计部报告，公司频道触达率2019到2023年为77.8%，降到69.7%，花息每年了钱达到35.4亿。台湾 Plus 到10月28申报率16%，无达到 NCC 25%的规定。文化部会对预算执行甲改善提出书面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